琴日開始喺網絡上就瘋傳話喺大陸一位超級男星，講緊係一線男星，就話喺澳門永利皇宮賭場嘅貴賓廳就連續賭咗7日7夜，聽落去唔知仲以為華山論劍，打咗7日7夜咁犀利，咁總共輸咗10.3億港元，輸都唔特止，仲要抵押埋自己嘅豪宅，抵押埋個私人飛機。咁巨星欠債消息曝光之後，網民就紛紛猜測，咁到底呢個輸咗成10億港銀嘅藝人，又會係邊個呢？咁我哋又首先睇下大陸嘅所謂傳言係點講先，因為裏邊有啲線索噶嘛，就話由3月10日開始，咁國際嘅調查機構 Global Financial Watch 咧，就話有跨境異常嘅資金流動，咁報告裏邊顯示就話，通過離岸公司就向賭場咧就分咗17筆嘅資金，總共就注入咗8.6億，呢度係講緊人仔啊。咁另外通過地下錢莊兌換咧，又成1.7億港元就現金籌碼，就話連澳門嘅金融管理反黑錢嘅系統，亦都喺3月6日開始將呢筆賬戶就標記為高風險啦。另外話大陸嘅經紀公司，就話喺3月9日深夜就發佈聲明，就話承認某個藝人呢就存在個人財務嘅問題，但係就冇講到具體嘅金額有幾多。知情人士仲透露話，呢位明星為咗翻本呢，就更加向澳門嘅黑幫就借入3億元嘅高利貸，就話目前喺北京朝陽區價值2.8億人仔嘅單棟別墅，同埋上海陸家嘴頂級公寓，都已經被法院查封，仲未止㗎，仲話涉及5間嘅品牌客戶咧，亦都喺3月10日上午集體宣布解約。就咁聽呢單咁嘅傳聞咧，其實好多嘢都可以查嘅，包括話北京嘅單棟別墅啦，上海嘅豪宅啦，呢啲都係可以查嘅。但係呢個所謂嘅傳言就透露咗一個重要嘅線索，就話呢位一線藝人就晾埋架私人飛機嘛，咁如果大家喺百度度搜查一下，就唔難揾到，喺大陸嘅娛樂圈當中擁有私人飛機嘅藝人呢，總共係得8個嘅啫，而呢8個人呢，分別就係第一趙本山，第二劉濤，第三成龍，第四馮小剛，第五咧范爺范冰冰，第六咧就陳道明，第七就周杰倫，第八就劉德華。當個搜索範圍得返8個人嘅時候，咁其實就好容易揾㗎噃。但係仲要加上一個重要嘅原因，就係話到底呢8個人當中，有冇喺呢一刻呢個時候係需要大量走資嘅咧？咁眾所周知。喂，賭場嘅功能有好多，係嘛？賭下錢過下手印，呢個此之為一啦。另外吃喝玩樂嘅，尤其是有好多北姑喺側邊同你問，出不出？出不出？嗱，嗰啲都係功能之一嚟噶。但係喺眾多功能當中，其實賭場最大嘅功能咪就係走資咯，幫人褪錢走咯。大陸有外匯管制啊嘛。咁而家要賭錢，喂，周圍都係賭場啦。美股就係大賭場啦，啱啱都跌到7個一皮，咁另外港股最近升翻，又係一個大賭場啦，歐洲又有得賭啦，英國有得賭啦，我哋要賭錢使乜走去澳門賭啫？但係唯獨是澳門先至有全套服務喎，大家唔好心邪以為嗰啲咩你揸全套喎，而係講佢有埋法律啦，有埋財仔啦，甚至乎有人幫你查封資產啦。攞去法院度拍賣啦，等等啦，可以講話，喺華人世界當中咧，澳門呢個使錢機器，應該都叫做首屈一指噶啦，因為平常賭錢，譬如話我哋每日都有落注咁先算啦，咁你見到贏咪贏多啲咯，喂，輸就嗱嗱聲 cut loss 噶啦嘛，咁會唔會喺度大戰7日7夜咧？跟住輸成10幾億港銀咧？呢啲咧簡直係天方夜譚嚟嘅，但係你咪理。總之就有全套服務，包埋喺網上發出留言啊！所以齊阿哥就認為，剛才我哋讀出喺國內嘅所謂瘋傳嘅留言咧，
其實亦都係增值服務嘅一部分嚟嘅。即係話成套法律手續做好晒之後呢，咁就係時候放出啲留言噶咯。等個網上世界熱烈地討論完一輪之後呢，就出嚟官方否認。所以到咗琴日，即係3月11日呢，咁傑威爾音樂官方嘅微博就發出一個聲明，就話今日出現喺微博嘅熱搜，就關於某一線男星喺澳門豪賭，就話有關嘅消息，部分網友就影射此男星係本公司藝人周杰倫。咁公司特此聲明就話，有關嘅傳聞所有嘅內容都同周杰倫就完全無關嘅。就話請各界嘅人士就千祈咪再以訛傳訛咁話啦。若果用排除法呢，馮小剛就已經出咗境噶啦。范冰冰呢，而家個人喺香港，劉德華、成龍呢，根本上就唔需要咁做。咁剩低落嚟，所有大陸嘅演員呢，就有陳道明啦、劉濤啦、趙本山。咁剩低一個就台灣嘅就係周杰倫啦。而家大家聽就覺得呢單係娛樂新聞，但係齊阿哥就認為呢單嘢其實係政治新聞之真。係因為而家特朗普重掌白宮之後，喂，真係世界大亂噶喎。大家日日睇烏克蘭啲新聞，最擔心嗰班係咩人啊？梗係台灣人啦。正如過去幾個星期我哋一直都講，若果特朗普喂，哪怕只有1%嘅機會，佢係走向極權嘅，當然唔止1%啦。家陣人聯合國投票都投埋俾俄羅斯噶啦，仲點會係1%啦？咁百分之幾我哋唔講啦。若果係走向極權嘅，同阿大契哥同埋阿二契哥係聯合行動嘅話，咁任何喺台灣嘅人都應該擔心嘅喎。咁尤其是身在大陸嘅台灣人就更加要擔心喎。因為有乜風吹草動，又或者真係打起上嚟嘅時候，你人在大陸嘅話呢，喂，你啲資產隨時俾人凍結嘅喎。唔好講話乜啦，淨係要你表態咋。你是但揀一邊你都死啊。你揀呢邊嘅你就冇咗嗰邊啲資產，你揀嗰邊嘅話你就冇咗呢邊啲資產。所以話結合翻整個國際形勢，再睇翻而家澳門呢單嘅傳聞，喺呢8個擁有私人飛機嘅藝人當中，要急住走資嘅人呢，齊阿哥橫睇掂睇最大機會都係周杰倫。即使佢啱啱先出嚟否認，佢唔係輸錢嗰個，咁但係無論叫輸錢又好，叫使錢又好，叫走資又好，總之最終嘅目的就要將你大陸啲房產你大陸啲現金全部就搬晒出嚟。除咗政治之外，從經濟學嘅角度嚟睇呢，咁其實周杰倫而家正係喺個 marginal point，意思即係話你再留喺大陸亦都賺唔得幾多，但係見到而家啲利息又或者見到而家樓價嘅跌幅咁兩者相抵呢，一旦發現你個 marginal benefit 係等同於 marginal cost 嘅時候呢，即係個邊際利潤等同於邊際成本嘅話呢，咁係時候要作出重大嘅決定，就嗱嗱聲走人啦喂。呢種獨特嘅經濟情況，你放眼睇其他7位嘅藝人或者導演都好啦，佢哋就冇相同嘅情況噶。譬如話劉德華、成龍佢哋邊有呢啲問題啫？佢哋都唔知幾愛國，佢哋唔急住走。又譬如話范冰冰，喂，要罰都罰晒啦。佢早排落嚟香港，佢都話唔買樓啦，寧願租樓住淨身出戶乾乾淨淨完全冇走資嘅需要所以話從經濟嘅角度嚟睇咧，咁其實周杰倫咧亦都係最需要走資嘅一個人嚟噶。咁當然我哋要戴翻頭盔始終我哋唔係聽床師冇匿埋喺人哋床下底但係觀乎咁多個因素咧即使話否認都好啦咁其實周杰倫喺8個人名單當中咧係呼聲最高嘅一個嚟嘅所以有啲聽眾仲投訴齊阿哥話我成日講特朗普，喂，你估我想講係因為特朗普一個人係影響全世界所有人啊嘛。佢只要同習近平講一句話我唔理台灣啦，任得你搞啦咁恐怕只係第2日咋身在大陸嘅台灣人就已經契弟走粒魔噶啦咁自從琴日加拿大嘅新總理加里哥佢講到明話我唔卸特朗普擺明同佢對着幹噶啦
咁只不過幾個鐘頭啫。咁特朗普對加拿大又再出招啦。就話從加拿大進入美國嘅鋼鋁產品，全部再加25%嘅關稅。咁即係話連同之前嗰25%咧，即係話要加50%嘅關稅喎。咁特朗普喺社交媒體發出個貼文就咁寫嘅。佢話基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對進入嘅美國電力徵收25%嘅關稅。咁我隨即就指示我哋嘅商務部部長就對加拿大進入美國嘅所有鋼鐵以及鋁材咧都額外徵收25%嘅關稅。咁連同埋之前嗰25%咧，即係總共加50%噶啦。咁特朗普就話加拿大係世界上關稅最高嘅國家之一。佢話呢個政策就會喺美國時間嘅3月12日早上就生效。咁即係距離而家成日嗰做節目咧，即係仲有幾個鐘頭嘅啫。咁仲話另外加拿大必須立即取消對美國多種乳製品徵收250%到390%嘅反美農民關稅。就話呢項關稅長期以嚟係被認為係無恥嘅。特朗普仲話我好快就會宣布受威脅嘅地區將會進入國家電力嘅緊急狀態噶。咁其實特朗普真係唔好記得呢場關稅戰或者貿易戰呢，係其實由佢自己發動出嚟嘅。咁但係佢就一味賴加拿大喎。咁呢個到底係咪好似特朗普老母話齋？佢其實係低能噶，佢根本乜都唔識噶咁啊！淨係還是根本上佢有目的嘅咧？咁其實係深謀遠慮嘅咧，背後有 hidden agenda 嘅咧。咁大家聽埋先。仲有招噶吓。佢話若果加拿大唔就範嘅話，咁我就將會喺4月2日就大幅提高對輸入美國嘅汽車徵收關稅。佢話汽車喺美國咧，我哋自己識做嘅，好輕鬆好容易嘅啫。喂，當你識做都唔係今日講聽日有噶嘛。起廠房要時間噶嘛，要訓練人才噶嘛。不過唔講呢啲啦。佢跟住又講到話啲軍事方面嘅開支啦。就話加拿大用於國家安全嘅費用咧就好少嘅啫。就話因為加拿大都係依賴美國去保護佢嘅。咁呢個係咪事實嚟咧？稍作保留。佢點講啊？佢話我哋每年向加拿大提供超過2000億美元嘅補助。哇，咁多！就話呢個情況唔能夠繼續咁落去。佢話唯一解決嘅辦法咧，就要加拿大就成為美國第51個州。咁樣咧，我哋就提供免費保護啦。其實到底貿易戰又或者關稅戰有冇效嘅咧？特朗普上一個任期已經開始玩呢鋪噶咯。咁其實係冇乜效嘅噃。大家睇中國喺2016年開始話玩貿易戰，喂，到而家中國嘅經濟都係比當日仲要強大嘅。況且關稅嘅嘢，你收得人就人收得你嘅啫。咁互相抵消之後，鹿死誰手都未知之數嘅。咁點解要咁做咧？要玩到咁盡咧？唯一嘅解釋咧，就係要世界大亂嘅啫。大家睇過《倚天屠龍記》啦啩？有個關鍵嘅人物叫成昆啊嘛。咁點解成昆硬係要喺啲正派當中8大派裏邊要挑撥咁多仇恨咧？要搞咁多恩怨出嚟咧？其實咪有 hidden agenda 咯。佢根本上係有奸細咯。若果唔係咁樣諗咧，其實而家特朗普所做嘅嘢咧，大家點諗都諗唔通嘅。你話我哋識做汽車，鬼唔知你識做汽車咩？但係唔係聽日做到出嚟噶嘛？所以以下我哋所講嘅唯一解釋，咁唔該啲親粉係出翻去，因為你一定唔想聽嘅。正如琴日我同大家講魔鬼之子咧，啲親粉係永遠冇邏輯嘅，係唔會明白嘅。因為喺佢哋心目中，佢話係上帝之子就得，話上帝選擇佢就得。但係調翻轉嚟講，喂，你點知嗰個係上帝啊？你唔俾嗰個係魔鬼啊？佢唔可以係撒旦啊？佢就話你迷信喎。就話齊阿哥講埋啲怪力亂神導人迷信唔係理性分析啊。咁你哋講上帝之子嗰陣話我係 chosen one 嗰陣，咁又好理性嗰啲就唔到係迷信啊。繼續講，大家喺今日封面嘅左下角咧，就見到張相嘅。相裏邊當時嘅 Donald Trump 咧就41歲，攝影嘅時間咧就係1987年嘅7月，
咁影相嘅場景喺邊度嚟㗎？哦，原來係莫斯科，係因為當年特朗普係應蘇聯駐美國大使呢個杜比寧嘅邀請，就飛去莫斯科。而封面左下角張圖呢，就係當時請佢去莫斯科宴請時候嘅情況。咁由莫斯科翻嚟有幾點值得大家留意嘅。第一，當時已經破產嘅特朗普呢，突然間就獲得16間銀行嘅貸款，傾都唔使傾嘅，